就唔係淨係民族舞表演，但係冇搞錯啊！佢哋就係會推動一啲健康運動，特別係椅子舞啱你哋㗎嘛啦！嗱，一齊跟住佢做運動好唔好？嗱，睇住咯，右手照鏡喎嚇，左手咁你就唔會搞錯啦！一齊拍手先，一齊嚟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二、一、十，一齊點啊？耶！哇，醒目喎嚇！好啦，第二招嚟啦，舉起右手，打左我，左手打右我，拍手啊！醒目啦！第三隻好緊要啦，叫笑口常開，叫佢咩啊？開心啲嘅喎。遞高右膊頭，預備一，左膊頭二，吸啖氣，大聲笑得唔得一齊？哈哈哈！呢邊有冇聲？預備一、二，笑下啦！哈哈哈！三、二就哈哈哈！四、二，哈哈哈！嗱，快啲咯喎，四下一齊！哈哈哈哈哈！耶！祝大家笑口常開，身體健康好冇？好啦，麻煩1號音樂唔該。落馬，一齊拍手咯！一、二、一、三、加油佢！係啦，呢邊咧，大力！好啦，一齊笑下啦！一、二，一齊大啲嘛！祝大家笑口常